啦，今日介紹呢條線啦，咁係解決幾個問題。咁第一就係解決偏遠地區過村嘅問題。咁第二個就係解決2號線飽和嘅問題。咁第三個就係解決9號線漕河徑開發區嘅擠迫問題。咁第四就係解決紫竹高新區長期冇地鐵道嘅問題。咁另外有一個問題就係解決吳徑地區長期冇地鐵嘅空白嘅。咁呢條就係上海地鐵15號線。咁呢條線亦都促進咗物流嘅往來喎，因為有一個站係可以轉到去機場嘅。就而家介紹俾大家睇啦，知啊？呢條上海地鐵15號線啦，咁呢條線就係由顧村公園至到去紫竹高新區。咁呢條線分流7號線喺顧村嘅客量啦，咁話彌補吳徑地區嘅交通問題。咁呢條線亦都深入咗去紫竹高新區啦，因為總站直情喺紫竹高新區嘅。咁呢條線就叫做科創專線，因為紫竹高新區全部係科創企業。咁同埋呢條線係連接9間大學，即係3個科創園區啊，所以呢條線嗰個係即係對於大學嗰邊同埋啲科創企業係好重要嘅。咁同埋呢條線亦都去推進上海嘅科創發展嘅，因為總站就係做科創企業嘅。好啦，咁呢條線就解決咗吳徑地區嘅交通問題啦。咁吳徑地區其實長遠係欠缺呢個鐵路嘅方便啦。咁對於吳徑嘅居民係相當之唔方便。咁以前吳徑居民咧，以前咧要靠5號線嘅東川路站。咁令到東川路站令埋5號線長期承受一個唔少嘅壓力嘅。咁但係自從15號線逃擊吳徑地區啦，令到吳徑居民亦都係能夠方便咁樣出行啦，唔再依靠呢個東川路站啦，咁減輕咗5號線同埋東川路站嘅壓力嘅。咁由於5號線喺紫竹高新區嘅站只有東川路站啦，咁令到喺紫竹高新區嘅返工人士長期要行到去外圍先可以搭車，就相當之唔方便嘅。咁加上5號線啦，只能夠解決奉賢同埋閔行區嘅問題啦，咁其他嘅地鐵路線係完全脫節嘅，因為5號線你淨係喺閔行同埋奉賢區行啦，咁你除咗係轉唔到1號線之外，其餘途線都轉唔到，係啦。咁同埋15號線彌補咗5號線喺紫竹高新區返工嘅人士啦，同時亦都可以去到上海嘅其他地方啦，唔再局限喺區內啦。咁5號線未能解決呢個紫竹高新區嘅返工人士嘅需要啦，咁因為頭先話過啦，5號線只係喺紫竹高新區外圍嘅東川路站設站。咁對於紫竹高新區返工嘅人士係非常之不便，因為成日要去外圍搭車係非常之唔方便。上次介紹16號線都話唔可以靠外圍嘅，係啦。咁5號線就同埋啦，5號線唔能夠覆蓋呢個吳徑地區啦，因為5號線嘅客源咧只係局限喺閔行區同奉賢區，係只限呢2個區，因為5號線淨係喺呢2個區行走啊，佢局限咗喺奉賢同閔行啊，所以5號線就係一個客源嗰個嘅問題啦，就係局限咗喺奉賢同埋閔行咯，即係唔夠廣遠咯。咁同埋由15號線啦，彌補呢個吳徑啦，同埋紫竹高新區嘅交通嘅，咁舒緩紫竹高新區返工人士嘅問題嘅。嗱，俾大家睇下啦。呢個就係5號線最近紫竹高新區嘅車站東川路站。咁呢個就喺紫竹高新區外圍。咁未有15號線之前，成日嚟紫竹高新區返工嘅人士成日嚟呢度搭車。咁呢度就喺外圍。咁上次介紹16號線嗰陣時都話過唔可以靠外圍，係啦，而喺嗰區嗰個地方嘅核心設站先至有用嘅，你靠外圍完全係冇用嘅。咁呢個就喺外圍，所以呢個就係除咗係5號線落奉賢之外，其實你對紫竹高新區係冇意思嘅。但係15號線呢個站就係總站啦，紫竹高新區直情係總站嚟嘅。咁呢個站直情喺紫竹高新區嘅核心範圍，咁呢個站就舒緩到紫竹高新區嘅返工放工嘅
問題啦，因為呢度好多科創企業，所以呢個站一定係好多人翻工放工時間，一定好多人嘅。呢個就係上海地鐵15號線嘅路線圖啦，咁就由顧村公園開落去紫竹高新區嘅。好啦，介紹下啲站啦。咁呢條線就喺顧村公園開嘅。咁呢個就係顧村公園站。咁呢個就係15號線嘅總站，亦都係7號線同15號線嘅轉車站。咁呢個站就分納7號線喺顧村嘅客量，因為7號線唔直接照顧顧村嘅，仲因為佢總站喺美蘭湖啊，係一個好靚嘅風景區。因為佢除咗照顧顧村之外啦，咁佢仲要服務華去風景區嘅遊客啦，咁所以7號線就個客量就係已經係相當之多。咁顧村已經即係顧村個客量已經令到7號線已經唔即係比較難接受啦，所以就由15號線喺顧村公園做總站呢度分擔7號線喺顧村個客量。咁7號線未介紹嘅，我下次介紹7號線啦。呢條線好靚嘅，佢一個好靚嘅地方嘅。咁呢個就係長豐公園站啦。咁呢個站就近長豐公園同埋長豐大悅城商場嘅。咁穿過長豐公園咧，行10分鐘啦，就可以到達呢個華東師範大學中山北路校區，即係行10分鐘就可以去到一個學校。咁所以呢個站都幾受歡迎嘅，因為佢穿過個公園就可以去到個學校，所以呢個站好多學生搭車嘅。頭先咪話過2號線出現飽和嘅，其實有一個站可以解決到嘅，其實就係15號線喺呢個站做換乘咯。呢個站就係流山關路站。呢個就係2號線同15號嘅轉車站。咁呢個站就舒緩到2號線客量飽和嘅問題，因為2號線嘅客量接近飽和啦。因為你連接2個機場跟1個火車站係相當之多人嘅，你淨係度2個機場都已經好多人啦，仲要加埋1個火車站仲多人。咁所以15號線喺呢個站可以分擔到2號線嘅分流到2號線嘅客量係相當之唔錯嘅。呢個站好靚嘅，呢個就叫吳中路站。呢個就係15號線裏邊最靚嘅車站。咁你望到個車站嗰個嘅裝飾比較獨特嘅。你望到月台同埋大堂，同埋佢有部分就做咗啲藝術嗰啲裝置嘅，所以係呢個站相當之靚嘅，係15號線最靚嘅車站嚟嘅。好啦，頭先咪話有一個站可以促進到物流嘅往來嘅，其實就係呢一個站。景洪路站。咁呢個站就係15號線同市域機場線嘅轉車站。市域機場線好得意嘅，咁我下個禮拜介紹市域機場線，因為呢條線好特別。咁呢個站就方便紫竹高新園區，即係紫竹高新區嘅返工人士去機場嘅，咁就去機場攞貨啊、出差啊咁樣嘅。咁但係呢個站有得意喎，有區域嘅爭議喎，因為呢個站喺2個區中間。包括喺徐匯區同閔行區。咁呢個站其實有個爭議係，究竟呢個站係屬於徐匯區定係屬於閔行區？其實呢個站其實係已經遠離咗徐匯區，已經出咗徐匯區，所以呢個站係屬於閔行區。係啦，所以就有一個咁樣嘅區域嘅爭議，因為喺2個區中間曾經有一個爭議嘅。咁呢個嗰陣時爭議就話，咁呢個就係屬於徐匯區定閔行區？咁後尾發現就原來係屬於閔行區，因為已經出咗徐匯區啦。咁呢個就係15號線嘅總站紫竹高新區。咁呢個就係15號線嘅總站啦。咁呢個就係位於紫竹高新區嘅核心範圍啦。咁就方便紫竹高新區嘅返工人士去上海其他地方嘅。因為呢度好多科創企業啊，咁所以都幾多人嘅，返工放工時間好多人嘅。好啦，仲有個總結，好簡單嘅啫，呢個總結係啦。咁第一個咧就係15號線顧村公園分流到7號線喺顧村嘅客流量，其實係因為顧村街靠7號線完全係唔可行嘅，因為7號線佢去一個好靚嘅地方，好靚就係去美蘭湖。咁佢1號線除咗要照顧顧村嘅居民之外，亦都要照顧去美蘭湖嘅遊客嘅。咁7號線我下個禮拜介紹嘅。咁15號另外咧就15號線喺流沙關路站
舒緩到2號線嘅客量飽和嘅問題。係，其實因為2號線已經接近飽和啦，你2個機場加1個火車站已經相當之爆，咁所以一定要有路線嚟到去舒緩一個問題。咁究竟係邊個站舒緩，同埋用邊條線去緩解，其實就係靠15號線喺流山關路站嘅舒緩咯。咁第三個就係15號線喺景洪路站於市域機場線嘅換乘啦，咁方便紫竹高新區嘅返工人士嘅物流往來。係因為你做貨場都要去攞貨，都要去機場攞貨嘅。咁你機場攞貨唔一定係靠嗰啲貨車嗰啲咁車嚟噶嘛，有時有啲輕 carry 啊，即係有啲輕輕地嘅嘢都要你自己去機場自己去攞貨噶嘛。咁所以就要去你搭15號線去到景洪路站就可以轉到市域機場線，就一條線去到機場啦，咁就相當之方便嘅。咁另外啦，咁15號線你都解決咗5號線喺閔行區嘅問題啦，因為5號線喺閔行行外圍，係啦，咁15號線可以入到去閔行區嘅中心。咁另外啦，吳中路站成為15號線最靚嘅車站啦，頭先話過啦，嗰啲裝飾好靚嘅。咁另外啦，15號線促進呢個上海科創企業嘅發展啦，因為正就係總站啦，自足高新區啦，同埋因為佢去機場啦，咁所以就可以加快到科創企業嘅發展，因為你做科創企業都要成日去攞貨，成日去機場攞貨嘅，係啦。咁最後啦就係因為頭先冇話過嘅，係呢15號線亦都解決到9號線長期喺漕河澗開發區嘅擠迫情況，就喺桂林路站解決嘅。嗱，上次9號線就介紹過啦，你話俾大家知啦。咁漕河澗開發區係一個相當之逼爆嘅一個地方嚟嘅，因為嗰度又係好多產業園區，咁嗰度又係好多人翻工，咁但係一直都未舒緩到嗰個情況。咁所以，但係你喺漕河澗開發區搭一個站去到桂林路站，就已經舒緩到個壓力啦。咁就係靠15號線桂林路站就舒緩到9號線嘅壓力。好啦，呢條線係一條促進創科嘅一個條線嚟嘅，咁同呢條線係不斷咁樣解決其他路線啦。咁就係佢喺顧村解決7號線嘅問題啦，喺流山關路就係解決2號線飽和嘅問題。咁喺閔行區入邊亦都解決咗5號線喺淨係行外圍而未能夠入到去閔行中心區嘅問題啦。係啦，都填補咗吳敬地區嘅空白啦。咁另外亦都促進咗呢個紫竹高新區去機場嘅更加快捷啦。因為你做科重都要去攞貨，咁攞貨一定你有時又要有啲輕嘅嘢，你都要自己去機場攞貨嘅。咁呢個就都係15號線可以做得到嘅嘢。係啦，用呢件事係做到呢度啦，睇到呢度啦。